多谢嘉莹，看过天气变化，所来的关心社会新闻。高雄警方接到情报，讲有帮派拍算伫高雄大寮捷运站附近的餐厅要办买艺，而且呢，讲有几千人参加，所以讲警方唔敢大意出动几百名的警力夜情临检。拜三暗时，警方大动作，派出几百位警力伫高雄大寮捷运站附近进行拦查搜证。这个画面嘛，有不少民众惊一跳，抓准发生什么代志？某集团公司将于21日18时在大寮区某餐厅会馆举办年终尾牙餐会，现场由本分局结合刑警大队、保安大队、少年队及凤山分局等单位共同执行。 动员警力111名。事后经过了解，警方接到情资，疑似是帮派伫附近举办年底买艺餐会，大约有将近2000人参加。烦恼有人啉烧酒醉了后会闹代志，所以才会选伫遮报数警力。相关法令对参加人员人车盘查，过程平和顺利。 高雄今年有袂少社会案件伫街路发生，加上全台湾大扫黑年底就伫要到啊，加上这个敏感时期，警方执行任务嘛是要来防止暴力事件发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